位乡亲大家好，我是彭宣如老师、牛奶先生。今日由我来带大家来做运动，想要身材变好，就要做肌力训练。要记得运动前要先暖身一下，再不会受伤哦。以下会开始咯，天天来做，天早通走，右脚脚踝，我们转10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反方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弯左片，开始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反方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弯气头，15飘的气头风，备开始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反方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弯右的，开始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反方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做大车，来转方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换方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弯赶紧，慢慢的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反方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接下来要天天来做肌力运动咯。天天老师来做肌力训练咯。今日要做的是背扭的训练，要记得背扭要打侧肚子才会用力哦。好，可以准备一种名牌，那稍微比你的手握的，比你的肩膀握宽一点，握宽一点。好，手拿垫，保持毛巾有一个张力。好。手往前伸直，与肩同宽，慢慢的竖大翅，绕头，顺时钟方向，慢慢的胸后背，胸前面，7、5、6、7、9、10，好，慢慢的胸前面，好，反方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要记得天早通走，背扭要打车哦。好，天早通走，强用的做大车，拿垫拧它，慢慢的就打快，比肩膀微宽一点。好，背扭大车肚子用力，不要耸肩，慢慢的
往左片，弯好来，吐气，带回来，你，吐气，带回来，上，吸，慢慢地做哦。感觉腰部有被拉伸，再慢慢的拉回来。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换右片。1、2、3，不会扭大车哦，保持头皮。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踢沙扎通走，用把毛巾拉直，好，肚子用力，慢慢的挺胸。胸前面，不用后面，感觉手臂拉紧，往后延伸，来吐气回来。好，做一边，你停留3秒，慢慢的放回来，3，慢慢的不用回来，4。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踢打通走。我们可以把毛巾再握短一点的距离。好，一样，慢慢的向左边绕头。带回前面，你竖劈大车，归扭大车上，吸，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如果会驼背的话，可能会觉得肩膀不舒服。我们慢慢做，慢慢的换右片，慢慢的捞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慢慢的，听你咋通走，往左片，弯下来，松等来，2、3、4、5、6，回脑的大车哦，不要耸肩，8、9、10。好，换右片，1、2、3，肚手用力哦，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听啥咋通走，要记得手可以握紧，握短一点，难度会越来越高哦。慢慢的挺胸，肩膀往后收，吸一口气，抬起来，肩胛往后压，
吐气，再回来。好，用侧边示范哦。好，飞牛大车，肚子用力，不要弯腰驼背。好，面爬，拿背，抓紧，吸一口气，慢慢的，胸后弯，吐气，抬回来，你，慢慢的，上，不要耸肩哦。吸，6，好，7，8，回头要大车，9，10。好，往后停留10秒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慢慢的，好，3下通走，算一组，再快4咯。来，1下通走，来，动作稍微加快一点，左片绕头，1、2、3。4、5、6、7，幅度可以大一点哦。8、9、10，来，换点，1、2，保持头皮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踢3下通走，慢慢的抬起来，用下来，2、3、4，保持头皮哦，回扭大车，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慢慢的停住，我们停留10秒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减头转一下。好，大家调整呼吸一下，原地踏步一下，减头转一下。